叫万里桥的长桥里，是花莲凤林镇上客家人数较多的聚落。在地飘香30多年的老店，沿用客家古法腌制道地的客家腊肉。肉啊拔哈，其他年就可以是做了，差不多有30-40年了。客家南肉硬那半宽啦客家人做南肉较太地客家话讲透了，几条落去做，你研节有冇？拜拜较有诚意啦。他是钟景华，传承父亲特有的客家腌制法。腊肉得先浸泡多种辛香料，再以炭火慢慢熏烤烘干，过程辛苦而且十分费工。那目前已经有用烤箱来烘干腊肉，所以烤出来很均匀。为了产量与卫生，钟老板说，现在大多使用烤箱定温烘烤，除非老主顾们特别要求，才会有少量客制化炭火烘烤的腊肉。你回到家肚子很饿的时候，直接把腊肉蒸熟铺在白饭上，它就非常的下饭。如果看到这一碗腊饭的同时，真的小时候那种儿时的那种温暖的味道就浮现出来。这一碗客家腊肉盖饭，10道1形色，吃起来很特别，10道1形色。腊肉的腌制步骤已经相当繁复，所以最好的处理方式就是简单料理。为了增加年轻人对腊肉的接受度，钟景华特别研发客家腊乐排，只要加热摆盘，就是一道简单快速、兼具时尚感的美味佳肴。上课喽！10道1形色，10道1形色，10道1形色。